啱睇，MyTV Super 教育專區輕鬆一 click 俾你學識豐富知識。本屆政府以結果為目標，喺國家支持下拼經濟、謀發展、為民生。政府迎難而上做實事，房屋、勞工同醫療政策為市民帶嚟更理想嘅生活。政府銳意搶人才，推廣留學香港品牌，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。支持本地創科，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，推進香港國際創科中心發展。香港穩居全球第三金融中心地位，機場貨運、國際航運名列前茅，係全球先自由經濟體。全面推進運輸基建發展，啟德體育園、大熊貓熱潮、旅客人次創疫後新高，深化國際交往合作，發揮超級聯繫人、超級增值人角色，展現香港內聯外通優勢。政府繼續以創新創造推動改革，與大家共建更美好未來。